家好，今日呢，我要用台语来介绍洁牙骨。台语的洁牙骨我翻做节气骨。节气骨呢，就是有饲狗的人呢，一定拢会买的物件。伊的作用就是呢，会当加强清洁去滤喙齿滤袂着的所在。节气骨呢，有足侪无同款的模样，像安尼嘛是节气骨，安尼嘛是节气骨。节气骨就是狗仔有咧抱的时阵，伊迄会当顺续去清喙齿管顶的垃圾的物件，来达成清洁的效果。毋过节气骨嘛袂使讲一工食足侪支的，建议嘛是爱定定骨力帮厝内底狗仔滤喙齿，安尼较会维持狗仔的喙齿健康。安尼有了解无？